啦，定干乐了，定啦！啊！定干咯，你还搁早诶？你教我安怎拍啦？哦哟，为何你哪会遮强，给我一摆机会啦？哎，我甲你讲啊，你这干咯吼，你搁甲练10年哦，你嘛是共款，差不多对啊，你啦。真正足厉害对的呢，啊安尼这个互你啦。好啦，哦你搁好好练啦。嗯哎，啊，讲细汉时阵吼，你敢有咧算这个？无啊，我细汉的时阵耍的就是迄种红啊、票啊。啊，对，阮哥哥嘛足介意算这个呢。我拢会甲同学相输啊，伊若输的我就甲伊摕来。哎，就摕来。吗？啊，我拢是算迄种纸的娃娃，你知影无？用纸安尼爱用个家己换衫，啊有足济迄种无共款的红啊，足古锥的。有诶，你讲到这我有印象呢。系啊。啊，我阁有算迄种弹珠超人，内底放个弹，啊，阁会使改装哦，安尼互相甲同学弹来弹。迄嘛足好耍的，啊，搁有迄种树林有无？爱用个伫咧树顶管安尼变来变去的会使迄种。凹星星嘿啊。啦，是热气球啦，啥？对，咱较早就刚就做物件就好耍嘿诶。啊，啊，毋过你来想看卖，即摆的囡仔敢若无咧算食即嘛吼。看有囝仔拢是坐遐咧算机啊。系啊，算手机啊啦吼，亲像最近啊，我有发现哦，有足济迄种迄叶迄红啊迄种机台有无？对啦，要开了一斤一斤哦。行过去吼，拢会安尼看一个呢。对啊，你看即马囡仔耍的，真正有即种佚佗物仔的美学在内底。嗯，若是讲即摆遮耍的嘛有伊的美学，就来去看卖啊。好啊，来找找即马佚佗物仔的美学。行。对啦，就是这啦哦。哇，你看啦，大概经过拢即想要入来，毋知是为虾米吼。真的拢会升起有迄声音吼，对啊。听到的声音，迄都是即摆上流行的歌。而且内底听好像感觉足闹热的，足想要入来耍。啊，就会先安尼看了，啊看了了后，就看到这色水安尼，哦，啥物色拢有啦。对啊，而且佫有迄电火安尼闪闪烁烁。系啊啊，，而且这内底的物件看起来，讲迄色拢5花10色。真的，迄看起来我感觉足好耍安尼。啊，毋过其实吼，这可能哦，外口凊彩买你就买会着啊。啊，放伫这内底就会感觉哦，足想要开业的。放在橱仔内底，有足想要摕呢。而且你若开10箍，就有迄个机会会使夹。这就敢若是迄种安尼，咧搬一个运气啦。哦。运气好，你可能开10箍，你就夹着。哎，真的。安尼我惊你技术好，我开10箍我嘛会夹着。你无钱，你就想要甲人业。拜托的啦，你互我拼一下嘛。嗯，对袂？我头拄拢输你啊。好啦，互我一摆机会嘛。我来夹看卖啊你。甲看卖啦。你要倒一个，我夹无你啊。拢会用的啦，哦拢会唔免我选啦，你家己选啦。这爱害哦。哦，你敢若袂歹哦，你敢若会晓哦。啥啦？你夹空气哦。我拢无夹到呢。毋过你看，即马即种吼叶红啊带啊，这其实嘛是即马人迄种安大人生的一种方法吼。对啊，因为其实我咧耍的时阵虽然了钱，但是我嘛是足快乐的吼。哎呀。这嘛是一个佚佗物仔的美学啊。对啊，你看咱今日要讲这佚佗物仔哦，其实这嘛是一种，啊，亲像即马这老龟只，其实嘛足济呢。对吼，咱今日要来研究这佚佗物仔的美学。我知影这老家吼有一间专门在卖这佚佗物仔的店。哦，是我带哦。你来去试一下。好，但是会使搁少我10箍，我搁算最后一摆啦。啥啦？要过10箍妈妈，啦。紧点啦！哦，搁要算哎，刷去啊，无啦，啥物搁做要算，行，你讲遐有啦。对啦，遐啦。哇，这样你行过来吼，规条这老街啊，啥物店拢有啦。像嘛有看到足侪外国人啊，搁有个老人囡仔拢就爱来踅。真的嘞。我讲要带你来踅着这啦。哦，
古早味的这佚佗物啊，专门咧卖店哦。对啊，这外口的一看就看会出来呢，就敢若迄种古早的干妈店的感觉啊。这迄牌啊，安尼放的拢是较早，迄细汉的时阵食的迄种迄饼，迄阮阿妈拢买互我食。里面，我甲你讲哦，内底佫有足侪宝贝，我带你来试。哦。哇！哦，足侪种的，百种吼。啦，啊，你看这安尼规排看落去，这种真正拢细汉的时阵咧耍的呢，干乐啊，对啊，上会晓耍的这，哎啦，这叮叮咚咚的啦，吼。你有发现无？咱一日啦，你有发现这个色吼，拢足特殊的哦。哎，你看，拢是用这青色。是啊，迄较早是吼一寡迄种古厝眷村的感觉，就是拢是这种色呢。所以你即马一日啦，你有感觉转去厝的，较早眷村的厝的感觉。真的呢。就是有这种无共款的时代，啊，入来一个无共款的迄个空间。嘿，啊，拄啊，佫配这种吼，这石啊的，这种安尼用起来都一日来就知影讲啊，这种古早时的迄种干嘛店。对啊，所以虽然讲是这个简单的佚佗物啊，但是在内底的美学，你会使看到迄时代无共款的变化。一日来就有感觉。哎呀，红阿飘啦！哎，哦。嘿啊，你去细汉时阵拢会耍这啊？就这种趣味的呢。对啊。安尼比嘛。哦，我这玻璃珠啊！我甲你讲，迄弹珠超人就是用这。就这啦哦。但是内底佫有花呢，这真正是古早味呢。哇，大粒的嘛有，啊细粒的嘛有。哎呦，这下较哇，这种拢是我细汉的时阵我爱食，我拢会偷食这啦，巧克力啦。以前嘛是用生的，对不对？嘿，啊，无等下哦，嘿啊，摕一个迄拿，紧几款啊吼，炸进去。对，你会使紧互恁囡仔食。无啦，我无要互阮囝食，我家己要食啊。你家己要食哦。我食一个我的迄细汉的时阵的迄种记忆，安尼这互你，BB仔糖。啊，BB仔糖嘿。哦，来，看，阮两个摕啊规大堆啦。啊嘛拢无啥共款呢。你摕啥？我细汉的时阵拢会爱食这啊，爱泡米饼有无？所以一定要摕一包一包炸去好好。是无？你看我这，我较早拢会耍这安尼加食粉啊。真的啦。糖啊啦。啊，你知影无？亲像这米茶粉啦，我讲真的，连到今嘛哦，阮阿嬷拢会常常买米茶互我食咧。你嘛40岁还讲你食这吼？哎，这嘛是一种我安到我家己的一种方法啦。但是我感觉足可惜，因为即马囡仔吼较无这种想法啦。哎，较无法度甲阮共款，看到什么物件足欢喜的。啊，毋过即摆的囡仔因嘛是足厉害，因耍的物件吼，嘛是甲阮较早时代是有一点仔关联。其实因做一寡改变。我讲啊，你对这佚佗物足了解、足厉害的呢。啊，佫真正是知影，嘛是真厉害啊！你袂记啊？我是因那界维维姐姐呢。啊对吼，进前佫有得奖吼。哎呦，歹势。慢慢你讲慢讲。失敬。袂啦，你安尼。加应该是。哎，明明老师，哎，维维来啊！我来啊！老师你好。我带地陪来啦。啊，老师，你咧无因啥？我伫咧整理这等一下要甲恁耍的物件。哦，你有记得我讲迄佚佗物啊？系啊。我就是讲要带我来找你耍，即马囡仔都咧耍啥？系啊，即摆应该耍的佚佗物啊。哦。我看恁遮桌顶足侪物件，你这饮料无单调，我帮你摕去。等一下，这是。这拢是笨手茶啊。不是。你较认真嘞。哦，你听伊讲话。这是咱互囡仔咧耍的物件。老师，阮即马伫设计这佚佗物啊的时阵，我就想讲即马吼，咱的囡仔是安怎拢伫耍手机啊，即马大部分拢是咱去餐厅食饭，拢是看囡仔伫耍手机啊，是安怎因才才介意耍机啊？因为耍手机的时阵啊，因马上随看到就会当得到刺激。啊，随看到得到迄个刺激啦，是，敢若拢要用头脑就对啊。系啊，无拢互因无思考的能力啊。对啦。啊，是讲真诶啦，因为你若是咧看一个迄种好耍的啊、好笑的啊，伊迄快乐会足紧的，足紧就。所以就会变做讲啊，伊想要紧。
就紧就看到一个好笑的物件，伊就会较无迄个耐心即啦。马短影音就是安尼，是就是拢要讲足短，就要得到快乐。所以咱做即个佚佗物啊，就是让因搁较侪思考的时间。这是人啉了迄养乐多的管啊，嘿啊，用分的哦。哦，那会淡薄老红老红。就趣味的吼，本来只是一个养乐多啊，想讲啊，伊啉完啊，就要去单调啊单调啊，系啊，歹滴啊，结果变咱呢。而且顶管佫有这画图的顶管看起来足好耍的呢。嘿啊啊，这是用鸡龟仔的皮哦。嘿啊，哦，啊那亲像我即摆即个管仔咧，我来想看卖，这应该是安尼甲伊用过来是撒出去，撒出去。哦，撒出去，哦。你快开灯来我呢？撒出去了，伊会搁转来。哦，因为这内底有一个树林啦，安尼白的，吼，安尼就有迄扭力，安尼出去了，伊就会搁佫洗倒洗来。动转来。哦，真好耍吼！其实这物件拢是平常时拢看会到的，啊，毋过若是做一寡这改变哦，伊就变做好耍的这种佚佗物啊。啊，这就是明老师要甲阮两个人讲的啊。哦，是啦。嘛是我要甲你讲的，这平常时哦，老师参像你传的这管啊，这糞扫地啊啥，这其实拢是生活用会到的物件。啊，毋过若是头脑安尼变巧一个哦，哦，这就变做无共款啊呢。哦，因为这内底敢若有一寡这个科学的物件在内底。嗯，咱今日要教即个啄木鸟。嘿啊，我知我安尼算嘛，啊，放在桌顶，安尼，伊需要安尼当者。哦，厉害哦！这是外口买的。对啊。咱今日爱做一个家己的。家己做。嘿，好啊，这要安怎做哈？你甲阮教。好，今仔咱两个人拣家己介意的颜色。好，好我要青色的。安尼我就红色的。参像有时阵咱去迄种儿童乐园啊啥，啊拢会分迄鸡龟啊，啊若是鸡龟啊破去了，伊即支就变粪扫无效啊。真的。但是咱迷你老师佫加这吼，互伊变巧一个啊。好，安尼甲颠倒变了。因为伊较轻，所以咱爱用这个粘土，甲伊固定，会当放伫个桌顶。所以老师你即嘛是伫倒位教册？我伫个小学教册。哦。哇！对啊，你看，你若是吼用遮好耍的物件啊来教即卖遮学生啊，就知影讲，这安尼用，其实伫咧厝内底嘛拢做会起来，嘿啊，应该家己用。上重要的是，囡仔会当思考，刷落来呢，佫会开发因的创意。哦，对呢。刷落来呢，咱爱摕这个铁线，铁线。恁甲这个铁线摆成弹簧的样子，好，互伊固定一个这个树棍顶管。哦，参像你这顶管啊，要画一个鸟啊，还是讲要画啥拢会用。拢会使，就是看你的囡仔想要画啥。好啊，啊我试看嘛，样动物，安怎试？安尼。伤暗就袂当叮当，放较松的。好。有啊，哦，动足紧的。好啊，完成啊。我感觉哦，其实每一个人啊，不管倒一个时代，每一个人拢有伊自细汉一直到大汉，伊伫咧细汉时阵的迄个足好的一个记忆。参像阮两个人啊，即马就会想起来讲，伫咧细汉的时阵爱耍啥，迄个看到的时阵，哦，迄目睭就安尼紧起来啊。我感觉这就是一种足好的，伫咧自细汉的时阵一种五感的体验。对，你一看到，啊，你就会欢喜。啊，欢喜了，你就想要像老师，佫会教安怎去创作，把这欢喜创作出来。系啊，你创作起来的时阵吼，佫开启你细汉的时阵迄个上介单纯的迄个美丽。其实即摆囡仔，我感觉一个最重要就是安怎耍会使耍到有创意，有美感，耍了有欢喜，我感觉这是最重要的代志。
遮真水的，连迄后壁的雨伞都飞伫天顶安尼。头拄嘛看到足侪囡仔的啊。系啊。我甲你讲，阮就是要来研究这个佚佗物啊，所以我要带你来去一个佚佗物的博物馆。佚佗物啊，有博物馆。对啊，伊这内底佚佗物有几啊年代拢无共款啊，还有无共款的hình啊。哇，足水的。馆长，哎，你好，馆长是阮爸爸，但是阮爸爸今麦已经去做小天使啊，所以我是总监呢。哦，厉害厉害。就美丽的总监吼。听讲你甲迄佚佗物啊，拢足熟悉的，恁兜阁有一个迄博物馆哦。对啊，迄是阮爸爸传来的，所以阮遮收足侪的佚佗物啊。哎，总监，我最好奇的，对于你来讲吼，咱的佚佗物啊，铜碗，对你来讲是啥物款的艺术意义？铜碗哦，你想铜迄个代志，迄个字是讲啥物意思？囡仔啊，囡仔对，囡仔，铜就是囡仔嘛。啊，囡仔咧佚佗物啊，就是伊咧耍。因咧耍的时阵啊，感觉就快乐的。是。迄对囡仔来讲，迄像种足重要的。不管是耍倒一种，像打敲啊、迄啊，迄是规身躯拢爱叮当的。啊，有一寡是要动头壳的，迄对囡仔拢足有帮助的。对大脑啊，是对身躯的发展拢足有帮助的。总监，阮头拄啊规路安尼行来啊，哇，迄涂骹足侪囡仔画迄画图呢。几片呢？啊，阮遮吼规个涂骹拢是互囡仔当做画布，伊啊摕粉笔会当家己自由伫遐咧涂骹咧画。对啊，你看呀，好天的时阵啊，伫迄这顶悬安尼画，啊落好天进倒来，哦，搁洗清气啊。决定来。而且囡仔嘛会使伫遮自由的创作啦，就免讲无彩纸、无彩笔啦。找到一片无图案的，伊就会当家己画。要安怎画就安怎自画。头画到尾。后壁拢是佚佗物啊呢。啊，足多啊！最较早的物件，囡仔看到迄打敲、踩高跷、打敲，打敲遮悬。哎，你有简单的？有算过。对啊，这嘛有简单的。这我有算过。这用竹仔做的。对对对。这是竹仔做的哦。这一对的，一个。哦，安尼。啊，我知影这种较早阮阿嬷咧唱西卡拢是唱的这。唱的这吗？对对对。这就安尼嘛，对不？对。无唔对。插敲。对。哇。这我较早伫迄种儿童乐园。有无台北迄儿童乐园？嘿，我细汉时阵有去过。嘿啊，你足古锥的，像阮遮阁有较早的这种干乐。啊，干乐。干乐，对哦，互囡仔会当耍干乐。大粒的。这大粒的。阁有细粒的。我会当互囡仔耍。你看这看起来就足有年代感的，对啊。是足侪囡仔吼，拢来遮耍这，真好。有一个物件你可能无看过。这啥货？敢知影这个啥？钓鱼啊！真的钓啊，这是要安怎用？对啊，钓鱼啊！安尼转，安尼摕，安尼转，啊伊会安尼往。哎。安尼啦啊！哈达。应该是小拍。伊无声呢，唔是应该。是，你要用撸的。用撸的，甲推出去，用送的钓，无唔对。会生呢？嘿，你找到伊的生法啦。哦，安尼哦。这有做啥？总监。这有做当公仔车，国语叫做叮当车。叮当车。嘿啊，迄是较早囡仔咧学行路的时阵吼，煞这行。较早无物件好通啊耍，通啊买，拢家己做。伊这就是用迄罐头嘛，对哦，啊这咧，这是叫做线轴，线去中间迄个所在，对，迄个轴心。嘿，妈妈阿嬷咧提线，迄个心，对，线迄个心嘛呢，哦。所以较早咱这佚佗物啊，拢是用这生活当中的物件落去变化，对不？无唔对，身躯边有啥，就用啥物来做玩具，做佚佗物啊。啊，较早就是安尼啊，厝内底有啥吼，啊就倒落去，啊就有啥就算啥。想看嘛，安怎耍较好耍，愈想愈趣味安尼。吗？对啊。亲像啊，囡仔若是安尼家己做这物件吼，这其实嘛是一种美学的一种创意啦。无唔对，迄家己想看嘛，安怎较水安尼。嘿，是啊。安尼我想要看更较济呢。对，更较济，家拢耍袂完啊，内底更较济。一定来。
哇，就这种诶，佚佗物啊呢。拢是。这样的规片跟他干嘛店同款呢？系啊，这真正有在卖吗？有遮拢有咧卖。哇！就侪爸爸妈妈来到阮家吼，比囡仔佫较欢喜，欢喜的拢是大人。这不能讲是囡仔啦，我家己咧看吼，拢看到安尼喙臭目臭。对啊。这你有送过无？哎，我知迄猪用猪会使做啊，迄唱啊。我较早咧送这的时阵是阮阿公用互我送的。阿公，想到阿公，我就佚佗物啊，想到你阿公呢。你着用竹啊白的，用竹啊。连这拢有在卖。系啊，足侪阿公阿妈来到阮家吼嘛，足欢喜的，敢若转去着囡仔时阵共款。目屎沉落来。系啊。哎，哥，这股水这边怎算？系啊。这吼较早无树林，所以吼你用这竹啊，安尼。哦。豆豆啊，甲饲落。你看较早哦，较早的遮佚佗物啊好耍的，就是拢用啥物竹啊，对还是线啊，对安尼白白的，吼，啊你就应该去想讲，哎，这个安怎较好耍，嘿，互囡仔较啊，好耍。毋是亲像讲即摆的一寡迄玩具吼，已经拢甲你设计好。无就是手机啊，嘿，即摆囡仔拢就爱耍迄手机啊，安尼较无好。系啊。因为你看这佚佗物啊，百种啊，逐种的。伊个生活拢无共款，所以囡仔会一直搭头脑。伊就会去想讲啊，这是要安怎耍才对，啊袂晓耍。啊，你就慢慢啊练啊，慢慢啊练，你身躯安尼甲头壳拢较好啊。而且伊若囡仔袂晓耍，伊佫有一个问题，会使问爸爸妈妈，安尼会使增加咱的这个做伙耍的迄气趣味吼。唔只是爸爸妈妈，佫会当问阿公阿妈，这嘛是阿公阿妈细汉的时阵耍过的物件。对啊。哇！哇！感觉我都要看这种还是就出。蝉衣。哦。红苍蝇。你看这就是伊的，伊就是安尼用好吼，啊伊就。对。伊这比例啦，啊甲伊的重啦。伊不管是放在倒一个所在，拢会使有一个迄个。哦，会当放喺你的镜头啊。放镜头。对。冇唔对。你产一条杯啊！这就错呢，我太要买这，等去互阮囝耍。对啊，这真好，因为这虽然讲看起来足简单的，啊，毋过这样呢吼，一回一看，伊就会去用头脑去想讲，伊是安怎会安尼，啊，伊就袂落落来。对。这会使省规工的呢。伊就会去想讲啊，倒位放，搁嘛会用的安尼吼。啊，我看遮啊，安尼佚佗物啊，百款遮尔多啊。对啊。啊，有倒一种是恁的迄种定冠之宝无？有一项就特别嘛，对阮足重要，对这个博物馆足重要的头一项，阮的佚佗物啊。哇，安尼阮等下熟悉啊，有一种。我带你来看。带阮看者。哇！这佚佗物啊，刚刚拢无共时代的，而且拢用这图啊甲封起来，这拢是古董啊吧？这拢是老古董啊。这我细汉时有耍过呢，红仔飘。这不是红仔飘，这叫做红仔仙。红仔仙。在倒位，红仔飘甲红仔仙。红仔飘是标志，嘿，迄是纸的，迄是用纸去一塔一塔安尼。啊，红仔仙有啥物叫仙？因为你看，这一仙一仙一仙安尼，迄就是塑胶的，较早叫拼拼嘛，叫做豆片。哦，一仙一仙的啦，对啦，较早我跟阮哥哥咧耍这的时阵吼，伊迄细汉拢是一寡迄种卡通的，什么七龙珠啊，迄种。我较早用这赢足侪长去你就安尼我就用一定嘛，对片，无？啊，佮用迄立可白甲涂啊，涂甲足够的。我有人用赖打甲烧，哦是啊，安尼哦，甲烧啊，你拢用这种奥步。无怪我拢输迄用赖打烧的，规包叫我输去。啊，毋过真正是你讲，我才知影红仔仙啊，甲红仔飘有啥物无共款？对，无唔对。毋过你拄仔咧讲的迄种定冠之宝诶，迄是伫倒位嘛是伫遮？我已经摕出来啊，来，对我来，就咧遮。这这个我的定冠之宝，这是你先看卖。看袂出来这是啥物物件？敢若是一个啊，用盆的布安尼。这个吼是阮爸爸7岁的时阵保留甲今嘛的头一个佚佗物啊，嘿，这支是水枪。哦。阮爸爸41年厝的，较早的水枪拢是这种的，这恁有听说吼？对啊，对啊做的啊。阮拢是安尼吸水啦。无唔对，啊你想看卖，这种水枪，这种水枪，伊若要甲铜板安尼
土石，是，你看要安怎？足困难，因为足大支的啊，足明显的大家都知影你要甲我喷啊。啊，阮爸爸有一支，伊讲吼，伊有一支村仔头的迄囡仔，拢唔知伊要共偷钻。会使共创猪吼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恁爸爸就就顽皮超搞的超搞的。就超搞的，所以就甲这支水枪吼当做伊的宝贝共款，一直收为7岁，甲伊退休的时阵。啊，较细腻的，这都嘿这是几十年。橡胶做的，即马嘛已经70岁。这宝贝啊呢。我看就好啊，这真正是宝啊。这支我嘛要特别甲你介绍，这支就足水的，你摕这支是较水的，这叫鸡毒米。鸡毒米哦。鸡毒米，小鸡啄米，鸡毒米。你看中间有放一寡石头。有啊。对，迄石头。啊，这顶管这敢若拢是鸡共款。感觉伊要安怎算？用海吗？用海。安尼。用海。那是啊，用西。用西。安尼说伊就你看对啊。无唔对，就是用西。够趣味的。这头米啊，若是算起来哦，就活泼的迄欢笑声。对，伊即个鸡啊，拢规拢活起来啊。他就错了啦。对，我感觉头拄仔总监讲到一个重点，就是你耍了，你欢喜，你真正会笑。嘿，就有简单这个。你看这涂骹拢真正敢是一个草地顶系悬。啊啊，这都是用草啊，安尼地落对呢对无？毋是。你讲对一半，地落嘛无唔对，但是这个吼唔是普通的草，这是甘蔗棒。这即马已经看无啊，迄较早已经停产啦。迄只甘蔗棒较早足流行的。哎，你看啦，这样的一个物件吼，用这天然的物件落去做，音俗啦。吼啊，都是茶啊，伊迄固定的吼，都用安尼几支钉啊，安尼钉起来，这完全拢无参照即马人咧烦恼的迄种塑化剂，绝对无。根本都拢无。而且会看到阿公阿嬷的智慧，还有用心，为着囡仔，要互因生了快乐。是啊。对啊。哎，其各位实，的手工美学。对。当初迄馆长若是要开始开这博物馆，应该有足侪困难的所在吧？伊要找遮侪无共款的佚佗物啊。像恁拄则看到迄红仔仙啊，其实迄厂家拢无爱卖伊。伊讲迄嘛是我的宝贝，我才无爱卖你咧。甲球，甲四界去收，四界去收。应该来讲，是毋是北部啊，搁南部耍的这佚佗物啊，敢会无拢无共？共，对，拢无共。像较南部有一寡竹仔的，啊较北部有一寡无共款的材料做的，所以要四界收，四界收。尤其是即个农业乡土时代的，即个像较早阮看到即种布袋戏红啊，是诸葛四郎，足侪人。童年的时阵上爱的迄个宝剑啊，像即个，阮拢收足久的。收这种佚佗物啊，其实爱足侪足侪。真的。因为有时阵这一组，规台湾就敢若一组。对啊，而且。卖，佫无俗。嘿，啊，细汉咧耍的时阵嘛，毋知影讲啊，伊以后会变做安尼，遮尔有价值。一届搬厝，你就啥物拢单调啊！你的佚佗物啊，拢是搬厝单调，无可能留的。其实这物件，阮厝的其实拢。我嘛是啊，我细汉嘛是拢有这啊，无得靠阮兜细汉嘛有你后壁这咧，嘿啊。所以阮来遮这佚佗物啊博物馆，你会使看下遮真正是迄个年代的佚佗物啊，以外你佫会找到迄个记忆。甲有迄生活当中的，你甲恁爸爸做伙耍佚佗物啊，迄个画面拢会走出来。按餐饮，按广告，骑牛骑马来陪忙。大兄拜红姑，二兄拜新礼，三兄相友相会拢，互你影响去。饲牛囡仔分芒果，啊芒果分无够，啊豆瓜啊能摕来斗。那你这厉害！这间博物馆吼，不管是你什么年代来遮，拢会足欢喜。真的。不管是倒一个时代，台湾囡仔会当来到遮，就感觉到迄个年代的快乐。佚佗物啊，拢是逐个年代传来的迄种记忆。即款物件，敢若手咧耍的时阵，才有法度，互即个佚佗物啊有生命力，有法度传落去。
哇，天气真好，心情真好诶。哎是吼。对啊，又到我上喜欢的做手工的这个时阵啊。哎。听讲你要带我去做一个甲我最适合的物件。哎，我要做的这你就适合的。对啊，你不是讲要带我做饼？我即马你知影，我即马人愈来愈近啊，愈来愈红啊。啊，伫路顶悬，就是人甲我摕迄签名。哦，你要用你家己的笔就对啊啦，嗯啊你即摆是当作你是 super star 就对啊。我是啊，你像张惠妹拢有家己的麦克嘛，啊我大明星我嘛有家己的笔你啊。还有你家己的笔啊，毋过哦，等下这间啊真正足厉害，伊这每一支笔啦，拢是有去互伊加持过。哎呦，个甲我这个大明星拄拄好，足配了对啊啦。嘿啊你去做看卖，你等下就知影。好啊。哦，就棒哦。够棒的嘞！对啊，吴老师。你好哎，你好，你好。老师你好，你好这工作是有够水的，还有够芳的呢嘿，有气味呢。对，我家乡是用茶做的产品。哦，老师，我就想讲啊，要找迄地杯吼，来甲你学做饼啦。啊，我看你即摆咧无用啥？啊，这是嘛，共款是，等下阮用的车床做的干酪。哇，对，你使算，这是七头米啊。哎呦，你嘛会晓做这种哦？对，这种是用车床做出来。所以你除了做笔了，你还有做茶的其他相关的物件。有，其实阮做这种物件，像有刀啊、大项的刀啊、椅啊，还有阮的手指啊、阮的锁匙钳啊，对，阮的破链，拢是阮家己用手工做出来。还有猪，还有迄藤丝啊。对。哦，真的嘞，啥物拢有呢。哦，这工作好哦，安尼清起来就感觉。足厉害的，我甲老师刚刚看起来拢足厉害。哦，啊，老师一开始要安怎用？我们一开始就要先跟阮家己家己的茶。哦，对。哇，足侪种诶。紧熟就对啊，还是爱片味？有的有香味，啊有的无。哦。顶悬还有 hinoki 哦，啊，还有姜啊嘛，拢是好的树啊。哎，我介意这种色呢，这红色，嘿，青啊红安尼。哎，对吼，你迄色做起来敢若安尼吼。系啊，啊，这种是啥物茶？这叫大果紫檀。紫檀哦。檀木，这种的好啊。哦。这有香味的。这是台湾的 hinoki。哎呀。哎呦，这好紧的。我拢紧好了的。行得来的。安尼啊，一开始嘞，过来。我先甲恁装起来。好好，啊，老师，我就咧想吼，参像讲这茶会用咧做遮尔济，伫咧生活你要用会到的物件嘛。啊，你哪会想讲要特别做笔？上主要其实我是一个文具控，所以我本来就介意笔这个物件。啊，尾后是，阮开始咧市集摆搭，第一是较好炸出去，因为我无可能摕一个刀啊，摕一个椅啊去外口摆，较方便。对，较方便。啊，尾后佫有一个是。阮伫咧成立这个工作室的时阵，迄时阵拄啊是拄着 COVID-19 的时阵，啊，迄时阵大概实名制嘛，啊，大家你若身躯扎一支笔较方便，比如免甲别人共用。啊，其实茶伊本身每一块茶伊的色水伊的纹理拢无共款，对啊。等下阮用车床的车的时阵呢，其实阮每一个人摕笔的习惯拢无共，阮会使较大块的，嘛会使做较散的，啊，佫有阮的握位。其实一支笔好写无，其实甲握位就重要。你讲的握位是，就是这个你摕笔的所在，对啦，安尼啦。啊，等下咱会使哪做哪起，啊，伊下骹有一个转速。好，看到，速度会使紧啊紧的，还是较慢的？阮咧车的时阵，阮通常，你看伊的液晶屏幕遐有一个显示伊即摆的转速嘛。嘿，即马差不多速度时速70。对。60。好，啊，阮咧开始车的时阵呢，我已经调到清洗1400转。哦，所以就爱甲伊转较紧的。对。爱遮紧哦。对，因为你若收慢伊的扭力伤大，其实伊无好车。哦。所以阮咧做的时阵，阮的头毛啊，阮的袖子啊，拢爱注意，莫叫伊夹入去。哦，是。这足危险的，其实。对，爱较注意的。上重要的危险就是。咱车要去车茶的时阵，一定爱放喺这车架仔面顶。哦。是安怎安尼？无你看哦，安尼较稳吼。你若无摕咧伊个大条，就危险的。对。所以放喺这顶悬。对，阮爱放喺架仔面顶，然后用倒手甲刺咧，莫互伊弹起来。
哦。啊，毋过其实这料就细细啊，伊个力度无少大个，对。哦，袂喷到伤悬就对啊。对，阮就摕了了去，来开始去车茶。哦是。对。啊，若摕着，阮就家己搞较硬的无要紧，伊可能会冷去。哦。啊，若冷气就直接甲关掉啊，重新调整就。阮今仔若要离开，也是要想创作啊，是要画图，阮拢先关机。对，安尼较安全。哦是。老师啊，你做这种茶的这种手艺偌久啊？几年啊？我做差不多3年。因为我本身是就爱艺术，就爱水的物件。对，所以我其实我毕业了，其实我去做卡梅拉上工翕相的。对，因为我就爱画图，就爱甲人翕相，我就爱水的物件。对。所以本来你就是就有美感的啦，啊再来想讲，就爱食的物件，啊，搁介意去收笔。对。哦。啊，所以就甲做伙就变即卖，就是咧做差评。好，那安尼我来试看觅。好，你来试看觅。犀利哦。啊，手爱细腻哦。好好。哦，啊，你个正手上是放在遮，会较知。较稳着。哦，安尼。对。哦，有在喷啊，在喷啊。我感觉这声呢，这大声，这是正常的，这正常的，因为这是茶加阮的刀仔咧拍。哎呦。啊，你会使放较头前一寡，会使较稳的。啊，慢慢来无要紧，伊会使慢慢来。哦，安尼画画即马足顺的啊！啊，我嘛来试看卖好啊。好，现在你来试看卖。我来试看，老师啊，再帮我看过一下。安尼我只差不多，我来看你。你迄笔就好看。袂歹吼。这都好看。啊，主要是左手。阮若手较大，阮镜头会使交咧遮。会使交咧遮。会较稳。对。手的感觉足特别的吼。就起起卡卡呢。系啊。亲像伊即摆的这声，这大声，这是正常的。正常的。啊，毋过阮的角度无啥对，会较低，较低。较低。哎呦。哇哦。我慢慢来下。天啊，这声唔则对。哦，啊，较悬的啊。我连使为悬的所在，为低的所在下去，会较好下。哦。啊，这就是台湾希诺基的味。哇，够香的啊！哦，这要摕转去。会使，你会使打包。佫会使利用的哦。我会使看卖即马生啥物款。哦，差不多有出来哦，迄个形体哦。过来，阮就来开始想，阮等下差不多要做啥物型。对，因为要开始摕无共款的刀啊，开始塑形。老师，我敢会用个参像即个形，啊，在顶悬有这刻线。会使，拢会使。安尼吼。我要做即种的。好。哦好，你迄嘛足水。啊嘛，刚刚是一个八倍。对呢。对。老师讲要做记号是要安怎记？摕鉛笔还是画一轮安尼？用鉛笔。等下你若要画线，你会使开机。上班。我上班的转速。啊，因为转速位置嘛，阮就放在后壁。譬如说，可以遮。哦。阮等下这2点就是卖车，因为这上悬，这2点上悬，还有只是会点新车。哦，安尼我嘛是共款来做一个记号。啊，你嘛留遮较大口就好，啊，剩的拢甲车落去。啊，即马这支较无共款，这要安怎摕？共款，阮嘛是看伊的尖端，用尖端的物件去甲写，对，所以阮都摕安尼，摕细粒的。哦。啊，拇指爱起就好。敢若有淡薄仔出力对无？对，要淡薄出力。啊，毋过你爱放轻松，因为你肩膀会较灵活。形体已经做差不多啊，阮尾后会用摕这种粗爪，开始来加磨较油的。磨较油。对。爱用粗爪去磨。啊，等下阮粗爪，阮会用粗到油，阮从82号开始。对，啊开始磨，每一张我拢爱磨掉。是安怎爱用遮侪张，啊，搁无共款的？因为我爱甲顶一号的刷痕甲磨掉，对，安尼看起来才会较油，愈磨愈油，对，愈磨愈油。啊，遮侪种。对啊，毋过这看每一人的个性，有人伊感觉粗的，对，伊粗伊可能你也是磨好，伊就感觉会使。感觉会使。对啊，譬如说我遮有够清湖，你会使磨到清湖，伊会变紧，伊会反紧起来。这有够油的呢，这根本摸起来就是一般的纸。
翻金就是敢若咧讲抛光对，就是抛光，对。啊，因为茶伊本身弄伊的油脂咧内底，对。哦，安尼。嘿，啊，我留安尼就是要互你安尼摕，因为伊是安尼伊的迄个方向，你就摕安尼，你就开始磨。哦。这粗纸是毋是一张用一个就要换？就差不多啊，差不多爱换对。差不多用一支。啊，主要是要甲阮拄仔豆粉磨掉。哦。所以即摆去摸，其实，迄豆粉就无法做。哎，真的呢。对。哇，有啊。差足细啊，加个粗粗。就啊，即搭袂磨嘛。嘿，啊，而且这边就会变较足顺的。对，较顺。啊，你也等下即种较细胖的，你就后安尼去磨。哦。就针对这个所在去磨掉。哦，好。袂歹。啊，阮若感觉佫有即种一顺一顺的，阮会用手啊细只，只要顺伊的木纹的方向，去甲走一遍。伊迄一顺一顺就袂遮明显。家己慢慢啊安尼磨就对啊，好。我来。啊，哪磨哪顺。哦好。老师一开始你咧创作的时阵啊，你拢是家己一个人做，啊，是安怎你会想讲要开一个课程，互大家做伙来上？是因为你嘛是足享受迄个过程。主要是有3个原因啦，一个是去摆搭到尾的人客，伊嘛少爱即种手作干的物件。啊，买久熟悉了，伊就讲，老师你讲有课，伊嘛想要做一个专属的笔。对，因为阮像讲拄仔讲，阮每一个人的画画特别习惯拢无共款。就算讲你要甲我讲你要较油的，我嘛毋知你的油是偌油。对，我讲无你来家己来做。啊，第3个原因就是嘛，足侪人客来抬价。啊！伊来太给我讲，无你家来做一个。我即摆足介意我即摆即种摸起来的感觉，嘿。啊，搁来后一步咧。后一步我开始互伊食油。哦。对，食油伊的色水就会完全变出来。对。啊，一方面是为甲保护。哦。对。啊，这敢有一定要用多一种油啊？其实阮拢是用护木油甲护木蜡，啊，像这款是德国伊是食用级的油。护木油哦，保护茶的。啊，我就直接安尼。直接搞落就好。我手会使直接摸哦。对，这拢是食用级的。哦。对，伊会使用来滴啊、抹啊，拢会使。你看，这安尼抹入去，抹去了，两边的迄色都完全无共款啊咧。会有性命咯。会使用较济，无紧。哦。规支对200啊个。哦。老师，你若用这油落去，迄茶味可以放喺内底嘛？会小可，不过差不多，因为这拢是天然的，所以差不多2-3礼拜了，伊茶味就会家己出来。哦。好，老师啥款？安尼刚差不多啊。啊，等下阮就会使开始倒的五金甲阮的笔芯，啊，这个笔就完成啦。哦耶，好。哇，最后一步啊呢？哇。要倒这笔芯。这边用手的哦，我这用等下起入去就好。哦，用起入去。对，过来。哦，啊，一扎都用。好，安尼就好。哦。用开，有够高水耶。笔头。对啊。笔尾过来倒一个。啊，拢免黏。我，伊这边黏，啊，我内底有抹一寡膏啊来内底。哦。对啊。好，安尼就好。啊，这较困难，这下起差不多咧食就好。这爱倒用。来。哇，有钱。好。哎呦，拄啊好。我会使家己先试看卖。哦。伊笔芯安尼，啊，看你要安尼就好，还是要较出来？对，拢会使家己决定。哦，家己去看。对。哦，这常常这写了无水就使去家己。对，这芯拢会使买掉，对，数据拢买掉。足水的呢。红色的。哇。够水的啦。等下再试下看卖。哦。我把你的食。真够水。有够水，有够水的。足满意的。对啊。这位妈妈足满意。真的呢，这是我人生头一个安尼家己做的饼呢。足有意义的。对啊。好，应该差不多。好，一级棒。真的。
笔记本，你看多安尼咧做的时候，看起来是一个形，啊，即摆倒起来，对。形加无共款。我拄我开始做，我唔知我会做出什么模样。足好看诶！嘿啊，真正亲像你一开始你家己讲的，你爱伊有即个腰，啊，看起来敢若敢背安尼。若背啊，对啊，而且你看起来就活泼的吼，嘿这个配色。你这背就敢若你共款安尼，足滑滑的。对啊，系啊。哇，真好呢。哇，这样做起来有够感动的啦！这应该做你的迄传家宝无？会应该安尼一代一代传落去，我感觉真正会用的呢。会使互阮囝啊。系啊。我其实安尼今日规工来做来，我发现吼，一开始虽然讲迄查扣来，就是安尼粗粗拜，但是你经过你的时间啊，经过你的用心、你的专心了，去调整就会使变遮水。对，其实用心去做出来，去画出来了，其实就无共款。I hope 闭上了的那飞送。